主后2024年1月初7，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第8章54节到61节。所罗门双脚跪伫上主的坛前，也双手仰天，对上主祈祷恳求煞，就起来。伊徛地，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讲：上主应该受称赞，伊有照应允赐太平予伊的子民以色列。伊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应允恩典的话，无一句无实现。愿上主，咱的上帝甲咱同在，亲像伊甲咱的列祖同在相款。愿伊无离开咱，无放杀咱，互咱的心归向伊，遵行伊一切的道路，守伊所予咱列祖的诫命、规例甲命令。愿我伫上主的面前所祈求这的话，明日透到上主咱的上帝面前，搁照逐日的需要帮助伊的仆人甲伊的子民以色列，互地上万民知上主以外无别个上帝。所以，恁着对上主咱的上帝存纯全的心，遵趁伊的规例，守伊的诫命，甲今仔日同款。弟兄姊，大家午早平安。这是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咱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卷。这礼拜进度是第7章到第8章，讲所罗门王起王宫甲圣殿完工。大先，咱来看一张地图，这是大卫的囝所罗门王在位上强盛的时统治的版图，北到大河，南到埃及为界，东接阿拉伯沙漠，西挖地中海，实现上帝对因的列祖亚伯拉罕的应允。所罗门王在位期间上重要的建筑甲建设，就是起造王宫甲圣殿。这位置是伫首都耶路撒冷的所在。这个圣殿甲王宫的位置，这个图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甲考古实地考察的参考图。圣殿甲王宫相连，圣殿分做圣所甲至圣所以及外庭。所罗门王所起的王宫对大门入去，大先通过黎巴嫩林宫，搁入去是入厅的走廊，然后是办公的审判厅，遐有放王位。搁入去是所罗门王所住的王宫，伫边仔另外搁有起予埃及公主住的后宫。前番有讲过，所罗门王在位第4年开始起圣殿，圣殿头尾用7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平常就需要大约10万的工人做工。工程伟大搁富丽堂皇。然后列王记上卷第7章到第8章继续讲王宫甲圣殿其他建设的代志。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第7章1节到12节，讲到所罗门起造宫殿。所罗门前后用13年才起好宫殿，所用的时间加上起圣殿，咱看见比起圣殿加1倍以上的时间。宫殿的入口称作是
黎巴嫩林宫，这是大礼堂。为什么会称作黎巴嫩林宫？是因为用大量的黎巴嫩片油茶的材料所起的，其中就有分做三座总共45基的大条，所以看起来若像是像拿就称作是林宫。审判厅是平常王伫办公甲听审判的所在，也是国王放宝座的所在。厅上大间的是王宫，伫王宫的边仔是后宫，是去互埃及公主住的所在。对王宫也有门会当通到圣殿。第二小段是第7章13节到14节，任命互兰担任总工程师。所罗门王礼聘互兰来担任伊的总工程师。特别注意的是，伊老爸是外邦人，是泰尼人；伊老母是以色列人。就是互兰的老爸死了后，老母变成做是寡妇，要继续住伫泰尼。互兰非常优秀搁出色，伊毋但继承伊的老爸拍动手艺，而且搁有智慧甲聪明和技术，甲所罗门王交代一切工做甲真好势。第三段是第7章15节到50节，讲到互兰所造圣殿的主要器具。互兰所造的圣殿用具大部分是用好铜做的，大省是用黏土做模仔，然后铸造好，时仔热了才送去到耶路撒冷安装。主要大件的物件有圣殿2支门条，正边称作雅君，意思是上主建立；倒边叫做波阿斯，意思是靠上主的能力。要按第12这铜牛顶面的东海，东海主要是互祭司任职活塞的以前做洁净身躯的洗水池。12只铜牛代表以色列12支派的活塞。10个铜盆仔甲铜座，这是用来洁净献祭的精生的路用，以及伫圣殿内面所有遮的金器。第4段有讲到圣殿的府库，第7章51节。当圣殿完成了后，还有剩大笔所献的金银甲器具，所罗门王就将这个拢带入去放伫圣殿的府库，做基金甲备品的路用。第5小段是第8章1节到13节，迎接约柜进入圣殿。约柜伫大卫做王以后，有运送到伫耶路撒冷。当现今圣殿已经完工，所罗门王就用大流节的大节期庆典来举办约柜放入圣殿安放伫至圣所的大殿。原本伫摩西时代的约柜内面有放3项物件，咱知影有2块刻10条界的石板，搁有因伫旷野所食的一罐的玛纳，甲阿伦发芽的管仔。当到伫所罗门的时代，约柜内面只有只有剩放2块的石板，其他的拢放进去。当
祭司出圣殿的时，上主的荣光亲像早时搭满旷野的会幕，也充满上主的殿，直到祭司袂当徛伫服侍。这段是说文对人民的讲话，第8章14、19、21节。所文王讲起为什么要去圣殿的缘由。第一，上帝原本并无意要伫倒一个以色列的城来去圣殿，毋过伊有选立大卫做王，替伊来治理以色列。第二，大卫有意要为上主去圣殿，上帝看做好，总是讲大卫任内毋通去，必须由大卫的囝来去。第三，所文继承因老爸大卫的王位，要完成圣殿的起造，甲安放上主的约柜。第7段是第8章29、53节，这讲到着所文王奉献圣殿的祈祷。这段也分做两段。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上帝的认捌。上主是信实的，伊坚守甲人所立的约。上主是无限量的，连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互上主大。上主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也无限制，干那伫圣殿的内面。总是上主也听遐个寻求伊的人的祈祷。第二部分是求上主听伊子民的祈祷。说文有讲到7种的情景，头一个情景就是讲，当人互人怀疑伊的清白，爱伫圣殿内咒詛的时；第二就是当得罪上帝至高，拜伫对敌的手，悔改求赦免的时；过来拄着旱灾的时，遭遇其他灾祸的时，外邦人来敬拜上帝的时，甲对敌战争求胜利，和受掠到伫异乡来求上主的赦免。第8段是所罗门王为着人民祝福。第8章54到61节，所罗门王向上帝祈祷说，还向人民祝福。这段的祝福其实是较成在讲道，讲上帝对摩西甲列祖的应允，呾得到实现。人民也着爱存敬畏上帝、尊叹上帝的话等等。第9段是奉献圣殿的庆典，第8章20到66节。所罗门王甲人民做伙献祭予上帝，因总共举行14日献殿的庆典。王解散人民，互因转去，人民也向王祝福，大家拢感谢上帝，搁心内欢喜快乐。论记上卷第7章到第8章对咱有甚物启示？第一项咧讲到爱寻求上帝的心意，甲欢喜。大卫做王上大的心愿，就是要为上主起造安放约柜，做敬拜上帝的圣殿。上帝有同意，也看起圣殿是好的，总是上帝只有同意去圣殿，必须由大卫的囝才通完成去圣殿的工程甲任务。大卫虽然伊袂当在位的时
去造圣殿，毋过伊也为着奉献圣殿，先买地基，佮陆续奉献资金佮材料，甚至到圣殿完工以后，还有存钱佮备品，通存放伫圣殿的府库，继续做圣殿日后开销的基金。这是极水无比真诚的奉献。另外，咱看大卫的囝所罗门王，伫做王的初期就真要紧，要甲圣殿的建筑放伫第一要务，做进行的工课甲完成的工程。动员的人力、时间、投入的资金、建设，拢是用上好的材料、装潢，精心时间到日完成。这是极水无比美好的工。奉献圣殿的时，上帝的荣光充满伊的圣殿。咱的主伫少年的时阵，主耶稣去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守搬过节，伊有讲：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咱若看其他的注解讲，也通翻译做用我的爸的事最要紧。路加福音第2章49节。主耶稣也教示咱讲，着大声求上帝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马太福音6章33节。讲较白的意思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咱也着要学习主耶稣将上帝国放伫咱的性命、咱的生活、咱的一生上界重要的位置，来大声求上帝的旨意实现，也做上帝欢喜咱爱做上帝的工，甲即个放伫首要的位置。第二，咱爱做有久长价值甲有意义的工。大卫甲所罗门因爸囝传承也催促建造圣殿的工，这是上有价值甲意义的工。圣殿上主要的功能就是敬拜、服侍、甲上帝祈祷的所在。圣殿也有表基督的身躯，也就是教会。哥林多后书第6章10节，直接讲，因为咱是永活上帝的殿。所罗门伊去造圣殿甲王宫，是用上界好的建材，也找上好的建筑师傅来设计施工打造的。这个建筑若毋是拄着战争甲天灾，基本上拢是会当流传几千年以上，袂倒袂歹。保罗讲，伫即个地基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即个地基的顶面，人若用金银、宝石、木材、草，还是稻谷去做，逐个人的工程的好歹，伫基督来临的日，会互火甲伊露现出来，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火是咧代表试炼，也通讲是代表主的圣神。若会堪得经过考验，就会当得到主的报赏。所以，伫咱一生至少，咱也爱留落遐个有久长价值甲意义的工课1-2件。最后，伫遮咧讲着讲，咱的信仰就是爱掠上帝做上主，也就是爱尊主做大。列王记上卷第8章，通讲是圣经中间上界长的即个章中间之一。遮尔长的经文，差不多
也拢是咧讲甲圣殿有关信仰诶代志。圣殿是上帝诶殿，是普世无分以色列人甲咱外邦人，是万民祈祷诶殿，也是一切信上帝诶人属灵诶家。伫所罗门王献殿祈祷中间有列出7种祈祷诶情景，咱若详细注意看，每一种诶祈祷诶人就是伫上帝面前必须要谦卑、谦卑，搁再谦卑。大部分是悔改、认罪、求上帝赦免、怜悯、救赎、甲恩典，来认捌上帝诶名，敬畏上帝，遵行伊诶教示，重新得到上帝诶赐福。即张也通用61节来做金句。所以，恁着对上主，咱诶上帝存纯全诶心，尊坦伊诶规例，守伊诶诫命。基督教也是基督宗教诶信仰第一要紧诶，就是爱认捌上帝是我诶主，是你诶主，是咱诶主。上帝是比咱搁较大诶迄一位，是唯一上界大诶主。上帝并毋是亲像阿拉丁内面诶神灯大汉人替伊诶主人伫服务诶，反正咱是爱尊上帝做咱诶主，做咱诶上帝。愿咱伫这新诶年、新诶开始，立志认捌上帝是咱唯一诶主，互咱立志为主做大事，做有久长价值甲有意义诶服侍，也愿咱诶手所做诶工，愿主坚固伊。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平安欢喜来经过2023年，当伫即个2024年新诶开始，新诶主日，阮嘛献上感谢，互阮通搁知影你是永远诶主，伫过去、现在甲将来，你拢带领伫阮头前诶路站。我嘛看见所罗门王伊怎样用心伫圣殿甲王宫诶起造来做久长有意义诶代志，求你也帮赞互阮伫人生诶中间，阮也通因为敬畏上帝来追求怎样做有意义搁有价值诶事工。阮诶台湾伫即个拜六也有总统、副总统诶以及立法委员诶改选，阮也将即个要紧诶代志放伫祈祷诶中间。感谢主，你也有阮诚侪民主诶国家会当用阮人民一票一票诶意志来选择阮诶正副总统甲立法委员，也盼望阮所选诶是下伫主你所欢喜，也恳求主也带领阮诶未来正副总统甲国会也会当继续来追求怎样甲上帝你相共来行伫正直自爱诶道路。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